想分享下今日喺 Carousell 冒住以為被詐騙，但堅持去交收嘅故事。事源係半年前公司裝修，喺清場抌晒啲嘢之前，我拯救咗一套冇人要但全新嘅杯。個杯都幾新淨噶，掉咗真係好嘥。我抱住一定會有人欣賞嘅心去放 Carousell。3-4個月過去，由45蚊減到得返20蚊都冇人要，唯一收到嘅 message 就係官方叫我減價。上個禮拜真係有人問我啦，點知佢又寫簡體，又新註冊，仲要有埋 block message。屋企人都叫我小心啲係詐騙，但我都唔理，抱住一個得20蚊嘅杯可以點樣騙我嘅心情，照去交收。結果佢係一個好慈祥嘅姨姨，講英文解釋喺美國有個 roommate 好中意佢嘅同款，但係打爛咗個杯。佢上網見到我個 post 之後，即刻註冊 account 揾我，仲用咗100蚊同我買，話多謝我當初冇掉到個杯。企咗喺地鐵站傾咗45分鐘，鼓勵我要去唔同地方生活，會更加了解自己。救命！竟然俾一個以為係詐騙嘅買家汪到。超級窩心，係我唔好停止揾適合自己嘅路。我哋有時候就好似隻杯咁，可能暫時冇人識得欣賞，明明好靚都以為自己20蚊都唔值，但遇到識得欣賞嘅人，真係願意出5倍嘅價錢去買，甚至希望買多幾隻。麻煩大家如果見到有同一個牌子出嘅杯，可唔可以 PM 我？真心希望可以幫佢揾多隻杯，感謝。